OpenAI 執行長 Sam Altman 被問：你會讓自己的孩子學什麼，才能在30年後不被 AI 取代？他的回答顛覆所有人的想象：未來不會被取代的，不是知識，而是學會學習的人。他曰：AI 不是危機，而是讓舊規則加速瓦解。要活下來，需要5種能力：一、學會學習，能舉一反三，快速理解；二、適應力，世界變快，你有得變；三、韌性，跌倒能爬起；四、洞察人性，AI 算得出答案，卻算不出人心；五、人際連結，信任與情感，AI 永遠學不來。這5種能力其實都指向教育的第一性原理：學習的本質不是被教會，而是自己學會。Future Learning Lab 讓學習回到人性。